好，我哋跟住嚟睇下2021年嘅第42條。咁咧呢幅表咧值得留意嘅係咧，佢係按年變動嘅。OK，咁即係代表咧，佢其實係唔知道佢本身實際價值係幾多，我哋淨係知佢按照翻上一年咧，即係2019年咧，佢嘅變動率係幾多嘅啫。咁亦即係話咧，有冇出現赤字其實係唔知㗎，因為我哋冇實際價值去參考。咁啊，淨出口都一樣嘅，因為我哋進同埋出口嘅實際價值都唔知㗎，所以咧淨出口嘅實際嗰個數值咧，其實我哋都未必係知道嘅，所以都唔可以揀。咁 C 啊，你話按年變動喎，咁其實咧出口好似係逐年都係跌緊喎，但係留意咧，佢係2020年嘅第二季同埋2020年嘅第一季，即係話咧2020年嘅第二季咧係對比2019年嘅第二季按年跌咗2.5% 嘅啫，唔代表佢比第一季即係2020年嘅第一季跌。OK， 佢係按年變動率，佢唔係按季變動率，所以呢個都唔可以揀。OK， 咁 D 咧其實先係正確答案啦，因為咧2020年比2019年嘅第二季低係啱嘅，因為佢就係同2019年做翻按年嘅變動啊嘛。